全地都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的主日崇拜献上感恩，求主赐福今天的讲员，透过他的口，让的真道被传讲，让弟兄姐妹彼此造就，建立属你心意的合一教会。愿主保守，让我们的心柔软，听见神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诗歌敬拜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神仆当颂主》，在新灵粮诗选的第97首。属主众人，当述说主恩，要处处宣扬主奇妙生命，主国度及荣耀，他统治万民。耶稣的生命备受人忠诚，升高天统治，他是人拯救，永藏在人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同声唱敬歌主的神，因耶稣大君我已完成救赎，救赎的洪恩为至高真神，让我终享受荣耀圣子名，他对救主耶稣便是个名，羔羊面前和睦，他百之虔诚，我们当敬拜主配受尊荣，智慧与权柄皆归主圣灵，宇宙天使赞美主对他全能，感谢无穷的歌声永不停。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作为我们的信仰宣言。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会众请坐。让我们来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起英文诗篇，在诗篇的第116篇1至4、12至19。
那请会众来可以看投影幕，由我念白色的章节，会众念黄色的章节。诗篇第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是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公祷，让我们一起为普世社会一起祷告。我们要向中南美洲国家巴西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祷告，台中卫理堂林怡君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聪明智慧给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美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职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最后，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曾荣金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第一处在《使徒行传》2章14节36到41节。第一处经课在《使徒行传》2章14节36到41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第二处经课在彼得前书1章17到23节。彼得前书1章17到
23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读经，由我来攻读歌罗西书2章6至7节。歌罗西书2章6至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以上是神的话。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齐来欢欣歌唱》，我们请诗班。不好意思，那个重担皆脱下在哥哥他。
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也愿每位弟兄姐妹透过这美好的歌声，将忧愁挂虑交托给我们的主。包括我刚刚讲错歌词，我已经交托了。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基甸会的刘瑞和弟兄，为我们等一下为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是深耕建造，我们请刘弟兄，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在这个地方仅代表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高雄特区的第一智慧高雄第一智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荣光堂的每个弟兄来请安。第一个的话代表基甸会，第二个代表我们卫理公会，我们的友会是恩友堂。台北南松山地区的恩友堂，跟弟兄姊妹来请安，这很感谢神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然后神也给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服侍上帝，说一下服侍上帝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我要来跟各位分享的话，我们基甸会今年在国际总会里面的话，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罗马书的第2章的第6节到第2章的第6节到第7节，它取了一个中间那个经文，只有一个经文的话，就是叫生根建造，生根建造。那生命的话，就好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要生根，然后然后在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越来越成熟，越成熟以后，你就好像那个树长在那个溪水旁，然后吸了很多的养分水分，然后树干的话就从一个小树呢变成大树，然后它就变成很大的一棵树，然后结出了很多的果子，就像诗篇第1篇一样，诗篇的第1篇，这叫生命，这叫生命。服侍神的话就是这样。当你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话，你自然就会服侍上帝，结出那个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出来。所以我们用那个生根建造来帮助所有的全世界的基甸会的会员，也让所有的基甸会员在教会里面去分享基甸会的工作的时候，也让所有的弟兄姊妹一样同得在这个神话语里面的好处。OK。好，生根建造就表示说根下去了，然后菜出来。但是它这有2个，一个生根，一个像树一样生根，然后长出来。但另外建造的话，又好像那个砖块从我们都知道的话，那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头块的房角石一样，从那第一块房角石开始下去，建造起一个荣耀的圣殿出来。生根建造最基本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哥罗西书里面的话，这是第2章的第6节到第7节，他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就当遵他而行。所以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是一个最基本的。当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对不对？应该是吧，应该我们都接受了耶稣基督了。所以他就开始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在遵他而行。神所说的话，我们应当照着神的话来走。因为有圣经里面讲说的话，听了他的道又听了他的道又行出来的人，那是有福的人啊。所以的话，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话，就是遵他为行。然后在他里面的话，在建造的话，再说一下，建造的话不是你随便的话放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建造，就好像的话，我们荣光堂在这个地方建造成这样一个漂亮的一个教会。朋友的教会，这是我第2次来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从我们伟文牧师的话，带我从1楼到楼上去，到牧师馆去看，真的是很漂亮。还有后面的话，很大的停车场，就神预备的好，以后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来的时候，开车来都有 parking 的地方。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建造的话，才成为真正的建造。如果你离开了耶稣基督的话，那个建造叫草木合接的建造。但是我们看到荣光堂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教会，你可以看根基稳固这个教堂的话又非常的漂亮。OK， 所以说在它的里面生根建造，而每一个人的信心都非常的坚固。信心就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神保守看顾我们。我们想要做了，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兴起他自己的功，保守看顾我们。所以我们信心在上帝面前，信心就越来越坚固了。他同时，我们又领受了他的教训，领受了什么教训呢？就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神所有的话或他的所有的教导，我们都领受了。领受了以后的话，有一件事情是。你发觉到了，当神的话语在你里面的话，那种产生一个很棒的变化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一切就是感谢的心就出来，感谢上帝。我每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当我碰到了有一些事情，然后在上帝面前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好像有回应，又是没有回应，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不管新约诗篇里面或者新约哪一个地方，突然间看到说：“哎呀，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就跳在我的眼前，跳到我眼前下来说，感谢神，感谢神，就是这个话，这句话来帮助我们。唯有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唯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OK， 好，这是经文。所以的话，我们刚才所说的六节到第7节里面呢，就是这5个。那我们国际基甸会的话，在去年年会的时候，在制定2022年跟2023年的整个年度的主题，对全世界27万个基甸会会员跟弟兄跟姊妹的话，来分享说用生根建造，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来生根建造，然后建造以后的话，我们西湖稳固。我们就能够活出神所需要让我们去做的所有的工作，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生根建造非常的重要。OK， 好，那么基甸会的，我们是跟各位分享，基甸会你可能都听过的话，基甸会的工作，但是我要稍微说一下，基甸会的话，这是一个它的意向，它的意向只有一个而已。意向的话就是什么？拯救失丧的灵魂。那我用挂号的话，就是说为主。得着失救灵，或者说叫做引人归主。其实这个的话，这个意向基甸会的意向的话，其实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话，在牧师在教会里面所有的领受都应该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现在是这个基督徒，神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理当要流出那个基督的生命出来，从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建造生命，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它就是基甸会的一个意向。其实这个意向也是因为教会的牧者教导基甸会的弟兄姊妹的话，要遵着神的话语来走，就是要整出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做他的门徒，就是这样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尤其特别，其实还没有信之前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叫失丧的灵魂啊。所以我们把你引到耶稣基督面前。那基甸会的话，要成为一个成为一个能够引人来归主的一个人的话，基本的话，我们也期待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属灵的条件。属灵的条件，第一个的话，基甸会是赠送圣经。这些圣经的话，当然就一定要你要见证圣经出去的时候的话，你自己圣经的话语，如果还没有很多的时候，你在发圣经是有一点点什么心虚啊，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感受。所以的话，这个希腊属灵目标，第一个要成为读经的人。读经以后的话，我们做所有的事工，做每一件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跟弟兄姊妹、个人或来到跟弟兄姊妹一起跪下来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用祷告来托住了整个这个事工，整个这个事工，所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另外的话，你在整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进到你里面的话，就好像我们刚才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甚至在罗马书里面讲，罗马书是讲到那个因信，对不对？
因信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在上帝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那各个他的十字架上面，但是是为我们罪钉死了，但是第3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复活节的一个最基本的意义。那复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说：“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罪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对罪的话都埋葬了。我们跟着耶稣基督重复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都是什么？新造的，走新的路，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充满了信心，在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那再过来第4点的话，叫做分北为圣，分北为圣。因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的话，在从创世纪，从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其实他们是要从埃及的世界之地被分北出来的一群人。今天我们从世界里面，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北出来，所以要成为一个分北为圣的人，分北为圣的人。所以，其实的话，我们那个神跟的话的摩西说了，我用3个字。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对不对？但是他用他另外还有一个 I'm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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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就是什么意思？圣洁，圣洁，圣洁。所以我们的话，那个卫理公会里面唱那个圣洁，圣洁，圣洁，对不对？所以要成为分别为圣人，就是成为圣洁的人。感谢神。再过来的话，你是耶稣有爱心，那我们是我们叫做小基督徒，对不对？我们的基督徒也是应该是怎样？他有爱心，那我们应该要把爱传出去。所以我们是一个慈爱心的人，神是慈爱心的人。那同时的话，也为耶稣的话，在我们身上做美好的事工，美好的事，我们认为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用口来见证上帝在我奇妙的作为。然后到不管你熟的、不认识的家里的人或亲戚朋友，就跟他们说，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奇妙的工，耶稣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做奇妙的工，来做见证，他们得了神的恩典，你一样可以得到恩典，所以就成为一个见证的人。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自己献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奉献的人。基甸会的话，是其他的属灵目标，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基甸人。其实这个基甸人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说的话，牧师所有的教导是不是一样？对不对？牧师我们教导，其实我们都是属于属灵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读经的人、祷告的人、有信心的人，能够分别为圣、有慈爱心、有见证、有奉献的人。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OK， 那基甸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基甸会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联合侍奉，联合侍奉；第二个的话就是个人见证；第三个的话就是赠送圣经。原则上，大家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知道，基甸会就是那送圣经的人，对不对 ？OK， 那是的话就看外面，但是我们原则上他的工作有联合的侍奉、个人的见证，然后再借着赠送圣经，引人来归向耶稣基督。OK， 联合侍奉的话，就是联合是什么侍奉呢？第一个的话，他所说的话是一群的基督徒从业人员加上他呢有姊妹的会参与，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上帝。所以会员跟会员的联合的侍奉，会员跟教会的侍奉，就好像我今天到我们荣光堂来，或者甚至我有时候的话在教会，在恩友堂跟弟兄姊妹分享，或到别的教会去分享的话，就是会员跟教会有很多的分享，这是之间有很多的连结。那我们也还有会员跟我们要去赠送圣经的目标区的那些的负责的一些的同工，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基甸会要去的地方呢，我们先说一下，从旅馆从开始的话，1999年开始的就是开始计划，是从旅馆开始的赠送的。旅馆、那学校、医疗单位、军警单位、军警单位，还有特殊的场所，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就去。就好像的话，上次的话，印尼也不是一个大的那个海啸吗？海啸的话，你看第二天的话，我们30万本圣经就立刻就送到那个地方，把发给所有的难民。就像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战争，对不对？乌克兰战争的话，你知道乌克兰的话，在我们要乌克兰，我们有乌克兰的我们的基甸会员在那边当地战地里面发生的，甚至有很多的难民从乌克兰的话往西走到德国去，往北走到波兰去，往南的话到匈牙利去，到很多的地方去的时候，整个基甸会在那个地方短短的1年多，从30万本、100万本、200万本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当人最需要的时候，需要是什么？当人最痛苦的时候、哀痛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是神的话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赠送圣经是基甸会他们认知说，唯有神的话能够改变人。当有那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送到那个地方去。OK， 赠送圣经的话，我刚才也跟各位说过的话，有旅馆、学校、医疗单位、军警单位、特定的场所。刚才说特定的场所，就像监狱里面也是特定的场所。天灾地变的时候，像那个我们集集大地震，我家就是集集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的中华民国总会的基甸会的话，立刻就把圣经送到集集地方去，送到信义，送到埔里，送到的话乌日，所有的单个地方都有我们当地的那个基甸会在那边赠送圣经。OK， 还有我们特定的场所，等一下会再让你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的话，在那个屏东那边的话，大鹏湾那个地方曾经有办过一个庙会，你知道吗？很大的，你知道的话，当时我们基甸会在那边赠送了很多的圣经，真的，桃园也有啊。OK， 好，那个人见证了，我要跟各位说了，我上一节然后讲到我们一个弟兄的话叫苏恩赐的弟兄，他在华王，因为在华王里面的话。住在华王，他要找一些东西，结果的话找到了，摸到了什么？摸到基甸会的那个大本的圣经。他为了要读英文版，英文版读不下去，就读中文版，中文的，然后开始读，从马太福音开始读到第11章的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得什么安息。结果他读了圣经以后的话，圣灵神的话进到里面，他感动了，他就祷告了。结果的话，这个圣灵充满以后，他回到他自己南京东礼拜堂以后，他成为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最后他现在最后在基甸会里面，我们一起服侍，最后他成为教会的传道人、牧师，现在已经退休了，我记得话，有最古老的一个见证的话，叫做方建成。如果的话，你知道，如果早在40年、50年前的时候，方建成叫做黑道的老大，杀人怎样的，然后就被关在监狱里面。神的话，神就借着在监狱里面的话，有基甸会在那边发圣经，他在那边没事就开始读圣经，最后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在我们内湖圣教会就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长老哈，非常棒的一个。感谢神说，这是很多个人，然后说海外的一样，海外的话，我所看，我在国际总会的时候，他们在讲的一个见证，他来到我们那个联会里面讲见证，他说：“你看的话，我的身上刺满了刺青，但是我现在的话，看起来好像我是很勇猛的坏人。”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很谦卑了，在基督里面我是很谦卑。”他说，在那个地方要杀人、打人的话，都在那个，但是就是被送到监狱里面的话，在南美洲，虽然送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刚好基甸会在那边发圣经，他读了圣经以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他说：“我现在是牧师，传道人，所以的话，我有神的话能够帮助人，我有神的话帮助人，感谢主。OK， 那这是这一本圣经呢，你所看到的话，是我们所印的话，这是。军中的圣经，5彩的圣经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那边发圣经的话，发给学校的话，每一个人的话在那边亲读圣经，对不对 ？OK， 这个是在，这是你可以看在是旅馆里面的话，我们在那旅馆的发圣经，这个的话你可能看过，这个叫陈光复，有没有？陈光复就是澎湖县的县长，他是基甸会会员，基甸会会员。这是陈光复啊，陈光，我们在你看在那个我们学校基甸会在学校演讲的时候，他去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圣经送给当地的学生们。这是我们的我们是在这个
医院里面的护士单位，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在所有的那个叫做我刚才说的话，就像的话那个屏东大鹏湾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那个会，那我们基甸会在那边赠送圣经 ，OK， 好，我们可以看到话，个人赠送经在那个地方，一个姊妹的话，在跟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呀，那你要不要来听一下？就打开圣经来跟他分享这个圣经。那我们来跟你讲的话，这是个人很多，还有群体的一些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基甸会在整个来看，基甸会来看这个整个全世界我们如果的话用来讲呢，全世界有202个国家跟地区。基甸会的话，从美国开始，然后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成立了，那我们总共有全世界有7大区。我们总共有189个会员国跟地区的话，在全世界各地，把神的话每一年分送到各地去。总共的话，一年我们最高纪录的话是1.2万本。那现在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降到大概一年大概7000万本的圣经，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人口现在超过70亿。那我们全世界在第124年年会，在124年的时候，我们总共赠送了整个来讲是赠过25亿本圣经给全世界的各地的人，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期待的每一个人为了这未得之地好好来祷告，期待的话各位一起来参加。这是非洲的，我记得的话我们。感谢神的话，这中华民国基甸会的话，虽然一个小岛，但是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一类的工作。我记得的话，在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派到的话，上臂亚，这个不是上臂，这应该是坦桑尼亚的地方，黑人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2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跟我们的20几个弟兄姊妹，从世界各地到那个地方去。早上的话6点开始吃饭，7点就送到各个地方，我们有到学校去、监狱去、军警单位去、医院去。我们早上一早去，然后到了下午4点多回来，然后再分享这个工作。我们在那个地方2个礼拜的时间，我们送了46万本圣经在那个地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话，在10几年前、17、18年前，我去上比的时候，我到现在，在我眼前那一幕，我还是不能够忘掉当时的那一幕。我们在台湾发圣经有一个最大的难处，发圣经给学生，学生会怎样？对，甩过去。跟各位说，这是台湾，因为台湾太丰富了，什么都有，对不对？什么都有。但是你知道我在上比亚去的时候，我到了卢萨卡的话，在卢萨卡那个是他的那个 capital， 他的首都。那我去的话，在那医院里面发圣经，你知道话有一个年轻人过来，他看到我们发圣经，他哭了。他说：“问你什么？你哭啊？”他说：“我等10年了，因为10年前我们去那发圣经，我们去的时候等10年了。”他说需要这本圣经。我说：“你为什么的话这样的感动？”他说：“我们这一本圣经在这边的话，是我们一般人都没有办法买得起的，没有办法买得起的。今天拿了那一本的话，那个英文圣经给他的时候，他真是感动。他说：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买得起。”这是我真的感动。然后我们到学校去，我们早上一直出去的话，那就开始发圣经，一个学校发圣经。那每一个人的话都要站在讲台上面，下面有800个学生、1000个学生，然后呢开始站在那个台上的话讲了15分钟了，我就不知道我讲什么了，因为喉咙都怎样。那个是整个沙漠，那个整个的话不是说沙漠，而是在很热带的地方啊，根本也没水，水也带的不够，所以的话就讲的话都沙哑了。但是沙哑说那种满腔的热血，专门一直在讲，大家都很感动，学生也很感动。特别一个，当我们讲完的时候，然后就发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哇用那个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你，甚至过来的时候，那个小女生过来的话，她是你知道话我时常在说那一幕都忘不了，就是她用那个我们说男女邀请跳舞的时候用什么？有没有这样？她是这样。拿圣经的，跟我们台湾拿圣经是，不要就丢了，对不对？甚至也不会再还你，
这直接就把它丢了，这个就到台湾。但是感谢主，我们看不只是的话，那个上帝啊，那个地方的话需要神的话语，台湾更需要神的话语，对不对？感谢主，我们是基甸会的话，非常认。我们这一位弟兄是谁？这位弟兄是我们前任的国际理事，也是我们的理事长陈建信董事长，他去了非洲的地方。去了才知道，那一幕到现在经过了多少年，他的眼睛里面，他说我永远都想到那一幕的 OK， 所以我们感谢主的话，这个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到了21万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在香港造的，你看到每一个人拿了圣经，高兴不高兴啊？对，非常高兴，你看他好喜乐的样子 ，Thank you Gideons， 对不对？谢谢你，基甸会员。那我们这里的话，你可以看的话，这个是什么？乌克兰的军队。我们现在是最新拍的乌克兰的军队，他们要出差之前的时候，基甸会在那边发圣经，他就赶快来，我们立刻基甸会员赶快照一下啊，好棒啊！一个空军的话，竟然拿了基甸会的圣经。OK，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全世界的我们基甸会的人都在为乌克兰战争祷告。感谢主，我们刚才我们的祷告的弟兄姊妹也是，真正是要为乌克兰战。有人说的话，今日的乌克兰，明日的什么？这个比较吓人一点，对不对？明日的台湾，所以我们要不只要为乌克兰祷告的话，真是也要为台湾祷告。你可以看到说乌克兰刚才说的话，乌克兰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军人。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今天的话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有另外一个相片，我没有放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妈妈的话，这是美国的哈，一个妈妈的话，他儿子的话在战争当中，他把他带回来，结果的话他们找他没有什么，但是他发觉到他的儿子的话的书架里面竟然有一本圣经。他那本圣经的话，他想说：我儿子到底得救了没有啊？我儿子已经死了，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得救啊？他就翻到书架里面，竟然有一本圣经，基甸会的圣经，大本的那本圣经。他一看，后面从前面的话有讲到基甸，就是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做什么那样的事，所以他又说圣经对人的好处。后面翻过来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你愿意好好的读这一本圣经？读了以后，他发觉他儿子已经签名了，把日期都写下去了。他妈妈就好高兴，我儿子已经得救了。虽然他不在地上，在天上。他说：“我一天我也到天上去跟他见面的。”你看的话，是因为神的话，唯有神的话能够帮助人。OK， 为乌克兰这个地方来祷告，那我们一起能够一起期待的把圣经能够发出去。OK， 牧师说我今天可以讲多一点，这一堂可以讲多一点，但是我发觉的话，讲多也可以更多的见证。但是我今天的话。那这个地方我不要讲的太多，但是也可以再讲多一点，我可以讲个人。但是我现在在跟各位上，我跟你讲要说基甸会，神兴起的基甸会，代表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去把圣经发出去，让很多人因为神的话语这本圣经而得着生命的改变，得到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就今天再跟各位说一下，你如何能够参加基甸会的事工？我先说一下了，我34年前，我那时候我从另外一个教会来到我们南生山那个我们的恩流堂卫理公会恩流堂。我去的时候的话，我们一个长辈，当时是我们卫理公会的董事长啊，那在我们教会里面，他说看到我那时候30几岁，哇，那30几岁的话，他只30几岁好像是。最年轻最有你来加入基甸好不好？所以我当时候的长辈他服侍很多，我就是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我就问他说：“简波波，那你是在基甸会里面是你是终身会员还是一般会员？一般会员就是每一年都要交会员，对不对？”他说：“我是终身会员呢，我既然的话我认为这个工作非常好，我就全心投入，所以最后他才成为一个我们当时
我们卫理公会的董事长，也是我们基甸会的理事长。我说我也要跟你一样，我要跟你一样终身会员，所以我就加入了终身会员。加入终身会员的话，然后1月份加入，然后有长的大概5、6个月时间的话都没有时间去参与。然后我的5月、6月的时候，那时候的话的年度要结束了，那我们简伯伯说：“瑞和，你加入基甸会已经有一阵子了，那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月例会啊？1个月一次啊？”我说：“好吧，我就跟我姊妹们去了。就一去的话，看到好几个熟悉的人在那个地方。他说：‘刘弟兄，来，我要跟你讲的话，你是年轻人，年轻人有干劲，所以你就成为教会联络。’我时常我在想，教会联络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加入一个团队做一件事工作的话，那还不错。他说我这个就这跟教会联络的话，就是基甸会刚才我说要如何联合，对不对？跟教会要如何联络，要如何侍奉然后要去教会，可能要去跟他谈什么时候可以去做见证。期待的话有新的会员来啊。教会联络是这样。但是心里实在是新人信心还是不够，就开始怕了6个月的话，一选的话，到了11月的时候才开始的教会的。对我来讲，教会联络的第一次的成功。但是年度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次数都完成，第2年也都把它完成了，很早就把它完成。第3年、第4年，其实3年而已。第4年因为要在台北要办一个基甸会的所有的人会。我就跟我们新任跟我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来做。结果我们那一次的话，我们大概整个我们那一个区里面的话，用了37间教会，1年12个月份，你看37间教会，表示1个月都要，几乎每一天都要出去。感谢主的话，我就是很全心的投入我姊妹的话都为我祷告，为我预备，然后我就出去了，一直往外冲。感谢神的话，你知道我发觉到服侍上帝的话，用台语讲比较熟一点的时候，服侍上帝无空空，你知道意思吧？服侍上帝没有什么，没有空空的啦，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感谢主的话，所以在过去的话，在基甸会里面的话，我就全身投入所有的这样的工作。感谢主的话，很多人的话都说：“哎呀，刘弟兄，你真的很热心在服侍。”热心服侍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且这工作也让神也让你知道，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作，是神所喜悦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最棒的一件事情，自己的灵命光景。刚才说要成为一个读经的人，个人的方面朝这个7大属灵目标在前进的时候，所以我就很投入。所以的话，过一阵子人家说的话，刘弟兄你就出去做见证，对吧？到各教会去做见证。我说的话，这个做见证就是一个学习，对不对？我记得的话，3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曾继红都知道吧？曾继红牧师到我们教会那时候去牧会，他说：“刘弟兄啊，你是老师啊，你老师应该可以主日讲台。”我说：“他说你是基甸会员啊。”OK。1个月都没有办法睡觉，要不准备功课啊，你知道？但是你会发觉到，在这个准备功课的话，那个上帝特的恩典，这是一个上帝特别的恩典。在那准备功课当中的话，对神的话语的读神的话语在里面，那你做了很多的整个的话你说整个所有的圣经要怎么读，然后我记得的话，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一个基甸会员老会员，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读圣经非常熟。他说：“刘弟兄，我跟你讲，这个这些的录音带，以前是录音带嘛，现在录音带我不知道，现在都没有。这是录音带，是陈锡珍的录音带，《创世纪》的1到50章，这个通通给你，100多卷。启示录的1到22章，它不是一章一章的，他一直在讲，有多少？然后的话，又读了什么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诗篇，一大堆的，好多都给我。然后我就开始在车上听，在家里听的话，然后就
就神的话一直在里面，还有很多的长辈的话给我很多的圣的教导，所以感谢主的话，我在整个方面的话就越来，我看讲越来神的话就在身上的话多了很多的工作，感谢神，这是一个我在基甸会里面。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弟兄说，哎呀，你读圣经的人呢，好简单。我跟你讲的话，我现在要去读神学院了。神学院的话，我介绍你要读什么书，参考书，对不对？我参考书的话，敬神有敬神的学校的参考书，华神有华神的参考书，所以他就叫我去买了很多的书。我记得我买了好几万块，然后回家去，然后赶快看，然后下一次的话，如果要分享的时候，赶快再把那个参考书拿出来，他看完的时候，然后出去分享。分享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呀，刘弟兄你分享的很好啊。当然我是用 copy 那边过来，但是至少有先读了嘛，对不对？我相信读了很多遍了，然后所以你会分享比较顺利一点。顺利一点的话，人家说，哎，下次再给你好不好？我说，长辈说了就应了，对不对？但是的话，你会发觉到那个得到最大好处的人是谁？我发觉到我是听话的人，是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感谢主的话，神的话语就在我里面的话，也很多的动工。感谢主，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个叫我在基甸会里面所得到的。如果你没有这样投入的话，你大概不会有这么多的成果收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了，有2位年轻的我们的基甸会员，还有另外我们两个弟兄，一个另外第2位。我期待的话，我们年轻人的话，能够一样，能够对神的话语很多的能够很丰富，然后在服事也很丰富，对他们的生命也很丰富。那我也期待的话，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年纪大的，不管年纪轻的，一样能够来加入基甸会，让我们在基甸会的这样服事的事工当中，我们自己生命改变，服事的态度改变。那同时的话，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棒的弟兄姊妹，很多，因为他们很多加入基甸会的话，不一定说的话他是教会的长老或执事，没有错，很多长老执事。我以前加入基甸会的时候，也不是长老，也不是长老，也是小弟兄而已。但是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很好的大学校，我们能够一起成长。成长以后，就在一面成长当中，一面就服侍，把神的话语发出去，让更多人跟我们一样，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最后要请各位，是说为这个工作来祷告，为基甸会的工作好好来祷告，让神他自己在你里面动工。也让神在基甸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上面动工，也让神让基甸会的工作能够不只是现在说1年7000万本的圣经，当7000万本圣经出去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得到，就是出去的时候看了神的话语，都真的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OK，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的话，为基甸会好好来祷告，让神让你的祷告托住了基甸会的工作，也让再过来就是你能够为基甸会所赠送的每一本圣经来奉献。我发觉了，感谢主的话，我们当要出去的话，发圣经的时候，如果借着圣经，然后又有一些的礼物能够一起赠送的话，这个叫做个人赠送的圣经，不是基甸会本身在做，叫另外可以送这本圣经一起走，是个人赠送圣经，也可以很棒的一件事。甚至的话，如果你有好好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也用了这一本圣经，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为基甸会来祷告，为基甸会所需要运送圣经这个事情来祷告。你每一个人的奉献，1块钱、1分钱，都是放在运送圣经上面。然后我们基甸会的话，基甸会的一些行政的工作，都是基甸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自己的奉献的。所以你的奉献都一定印在圣经上面，用在圣经上面。OK， 最后我们的期待的话，你能够加入基甸会。37岁就加入基甸会，一晃37年过去。
我用刚才我讲那个简波波，我们长辈讲了一句话，他在我们50周年庆在圆山饭店的时候，我们请他，因为他是当过我们重要的理事长，所以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介绍刘瑞和成为基甸会员，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从不会后悔，我以把这个弟兄能够在基甸会里面服侍为荣。我今天的话，我来这个地方也跟各位弟兄姊妹加入这个大家庭，一起来服侍我的神，把神的话语分出去，让更多人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好处。我相信这是上帝特别祝福的地方。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神你家的一份子。今天感谢神，你也拣选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基甸会员，成为传福音的人，赠送圣经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把荣光堂仰望在你的手中，愿神你赐福我们伟文牧师在这个地方的牧会，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的牧会，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能够一起把整个荣光堂成为荣耀的一个教会。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为了整个基甸会的工作，求神你真是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为了基甸会来祷告，为了基甸会所应送的圣经来奉献。愿你神你是感动更多的人也能够加入基甸会，一起来服侍主，成为一个美好的团队，来荣耀你的名。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次谢谢刘瑞和弟兄为我们做今天的证道。接下来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齐来欢欣歌唱》。我们请会众起立。救主已作王，将感谢他为献给作王做羔羊，我心欢畅，我口颂扬，我要在众欢喜欢喜。会众请坐，我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
们一起低头，一起做奉献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你。求主让我们更渴慕你的话语，透过读经、祷告，让我们更贴近你的心。现在我们将你而来的金钱献上，求主分别为圣，加上赐福，作为你的圣工使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请问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荣光堂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鼓掌欢迎我们基甸会的弟兄们到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谢谢。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教会的消息。我们欢迎今天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接下来我们再次欢迎到基甸基金会的这个刘瑞和弟兄，我们很谢谢他今天为我们做事工报告及分享。我们现在请执事会主席天一兄为我们致送一个小礼物给我们的刘弟兄。再次谢谢他。
接下来是因着疫情解封，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还是以实体聚会为主。那如果你有身体状况呢，或是不方便的，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用线上。我们线上的这个崇拜就会继续好。那但是还是欢迎大家回来教会聚会。那么第4点是我们本堂的银如姐妹干事因为家庭的需要，会这个4月30号会离开现有的这个教会的服事，会回到家庭。那么之后我们会再请牧师为我们再详细报告这一部分。那么再来是5月14号举行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我们会有预备母亲节的礼物给各个家庭那一定是全家庭都可以很适合使用的东西，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领取。在第6点是卫理公会总会将于5月19号于阳明山福音园召开年议会，由本堂的蔡文牧师跟赵玉兰姐妹代表本堂参加，请为年议会的这个开会顺利祷告。5月21为司礼主日交换讲台，由本堂由林天福牧师在华语堂传讲，那蔡文牧师会交换至木栅卫理堂讲道，也请为牧者的来往平安祷告。接下来是姐妹会的消息，在5月20号我们将举办姐妹的培灵会，讲员是蔡慧秋老师，欢迎全教会的姐妹一同参与，也可以向这个办公室及校牧师报名。那接下来再为教会的复兴守望祷告。我们每个礼拜4晚上都有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弟兄姐妹来参加。第9点，教会目前已经室内我们这个按照防疫的规范已经没有再强迫一定要戴口罩了。那么，但是还是以弟兄姐妹的这个心情也像这个戴口罩帅度会增加一点，所以我还是保持戴口罩的这个状况。那大家这个已经可以自由，不一定要戴口罩了，请大家可以自己决定。第10点，教会有这个爱心的基金专款，那我们会依这个弱势家庭或是一些紧急情况教会的执事会决定来专款专用，帮助一些紧急的需要那么也希望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子的负担，可以为这个来奉献。那我们会继续使用在这个社会关怀上面的一些工作。第11点就是目前还是有若有一般的奉献或是特定祷告特定的这个负担的一些奉献那么我们可以用实体奉献，也可以交由办公室或转账。那么请这个转账的时候务必填写姓名或是这个汇款后5码，以利这个会计工作。这个现在转账越来越方便，但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情，以免那个教会会计人员会一直找这个奉献者不知道是谁。那么以下自己消息，请大家参阅。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为我们做个额外的报告。弟兄姐妹，牧师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甸会要先跟大家澄清，基甸会不是那个什么帮派或帮会所以请大家先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军中弟兄这样问我，他说基甸会是不是什么帮派啦类似像那个什么黑道的帮会？没有基甸会是很正统很正派的所以我们也邀请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参加这个基甸会等一下会后也可以跟瑞和弟兄或是跟我们的基甸会的同工可以有一些的交通。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叫做强迫性的或者是要求要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所以刚刚跟瑞和弟兄有特别提到因为我们的司会说他是传道人然后说是我不是传道人，但是我是传道的人所以透过圣经我们用圣经来传道，这是一个管道跟方法所以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比如说假设如果你有碰到你的朋友新朋友，或者是你的一些想要传福音的人，你想要把圣经送给他可以来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系，办公室有大本的也有小本的圣经都可以来赠送。
那为什么会是从新约哈？因为新约比较好理解，如果你要从旧约的话，我们很多人一下子很难去能够了解跟认识圣经内容啊，所以我们的基甸会的圣经都是新约，但是有附箴言跟诗篇。那我有跟弟兄姐妹做过见证，就是我们在马祖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因为看了箴言之后，从黑道老大变成乖乖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是功效极大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那请弟兄姐妹能够也珍惜使用。那万一如果有人不接受也没有关系哈，就是不必要心里面觉得难过，因为这是很正常的。有些人还没有认识，但是让他如果被上帝的话感动，一定会愿意来认识上帝。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关我们教会的干事哈，那我们的银如干事在我们当中工作了8个月，那感谢上帝他尽忠的在这边服侍跟工作，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了哈，各位知道他其实有他是3宝妈，那如果他来这边工作的话，其实他们家这个先生就相当辛苦了哈，因为1打3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那尤其小朋友又喜欢要找妈妈。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得已的决定下，我们的银如干事他说他希望先回归到家庭，把孩子带大。所以对姐妹们来说，特别下个月又是母亲节，所以对姐妹们来说，这个是家庭是各位的一个服侍的工厂。那我们把孩子能够照顾好，能够来跟随上帝，这是也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母亲们的一个重要的责任跟任务所以我们也为银如姐妹祷告，上帝帮助她，让她回归到家庭之后，她在我们当中也是乐意来服侍跟一起来跟我们参与所以也许成为义务职的工作对她来说是比较就是状况会比较好一些，能够让她可以工作上跟家庭生活服事上可以比较平衡。那所以我们也为这个家庭祷告。那我们中间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会由我们的过去的我们这个退休的干事会来兼任一段时间。那但是我们很尽快的会找到合适的干事来接任教会工作，因为我们行政工作上的需要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为办公室的需要来祷告。那另外工商服务一下，就是我们的姐妹会我们在5月20号的时候，21号20号，我们是由这个蔡慧秋老师来做这个培灵会的分享那姐妹会现在的定义就是我们全教会的姐妹都是姐妹会的会员。那不晓得各位知道我们教会的姐妹大概有几位知道吗？破百我们有将100位以上的姐妹所以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姐妹都是姐妹会的会员，所以邀请我们当中的姐妹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姐妹会的这个培灵会那当然也许每个姐妹都有自己的小组，但是这是教会全教会的姐妹会。那所以期待弟兄姐妹弟兄鼓励你的姐妹参加，那姐妹们尽量多来参与在我们的姐妹会的聚会里面求上帝帮助。那我们请这个慧秋老师，他本身也是神学院的老师，那也有一些的牧会的经验那包括也在家庭当中，他也需要照顾他的家人所以他有经验上可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那因为我们的姐妹们是撑起教会半边天的所以这个我们期待姐妹们能够得到装备跟造就之后，也激励弟兄们能够来接受装备跟造就，还有将来能够也被主所使用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得造就。那我们让姐妹们先开始Lady First， 所以我们让姐妹们先开始。那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弟兄会的这样的培灵的机会那求上帝来帮助。以上，谢谢。现在请会众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
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你的爱充满你的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得人、造就人、差遣人。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代祷。